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咧你哋嚟到我 VIP Money Talk 嘅頻道嚇。成日聽人講啊，買 Term Life 最抵噶啦，但係咪真係啱你先？嗱，今日咧，我想喺呢度用3分鐘話俾你聽，定期保險究竟有啲咩着數，同埋有啲咩陷阱位，同埋點解啊咁多人供樓啊、養仔女嘅同時間都要買嘅咧？嗱，即刻開始啦！定期保險即係 Term Life 啦，究竟係啲乜嘢嘢？嗱，定期保險啊，即係租用嘅保險啦。你可以選擇5年啦、10年啦，又或者係20年嘅保障。嗱，定期保險咧，即係 Term Life 啦，可以話有3大個好處嘅。嗱，第一個好處就係平到笑先啦。嗱，同樣100萬嘅保額啊，30歲嘅時候買個 Term，可能每個月係大概50蚊到啦。如果 Whole Life 終身保險嘅話，可能每個月大概係500蚊。咁慳翻嘅錢啊，你可以用嚟供樓啊、投資啊咁樣啦。性價比值咧就爆晒燈噶啦！嗱 ，Term Life 第二個好處咧就係因為佢純粹保障嚟嘅啫，冇咩任何嘢花巧噶啦，唔需要你咩現金價值啊、投資風險啊咁樣啦，就係單純如果人唔喺度咧，佢就會直接免稅咁樣賠錢，最啱俾嗰啲仔女又未出生、有房屋貸款嘅家庭去頂住啲最危險嘅時期。嗱，而第三個好處咧就係轉會嘅彈性啦。嗱，好多保險公司啊喺個 term 完結之前咧都可以啊，唔需要驗身咁樣轉成終身嘅保單嘅。嗱，如果啲後生買唔起 whole life 嘅時間，就可以先用個 term 鎖定個健康，遲啲先再轉啦。嗱，講完定期保險嘅3大好處之後咧，都要講下佢嘅3大壞處嘅噃。第一嘅唔好處就係定期保險到咗期之後，佢分分鐘可能變廢紙㗎。嗱，供咗一個20年嘅保單，如果冇事嘅話，所有嘅錢就同你講拜拜啦。唔似得 whole life 終身保險咁樣可以有儲錢功能，佢係純消費型嘅，咁就當買個安心啦。嗱，而第二個唔好處咧，就係年紀大嘅時候，如果續保嘅話，啲保費可能貴到癲㗎喎。假設啊，你50歲嘅時候先買10年嘅 term 啊，月供可能係300幾蚊咁啊，但係仲可以因為你健康嘅問題啊，俾保險公司嚟拒保嘅。所以記住啦，一定要趁早買啊！嗱，而第3個唔好處咧，就係通脹啊，可以蠶食咗你啲保額嘅。嗱，譬如20幾年前啊，做一個10萬、20萬嘅保額已經好足夠噶啦。但係啊，而家嘅樓價、通脹，樣嘢都爆升，啲賠償金額可能根本就唔夠 cover。所以咧，記住要揾你嘅保險經紀定期咁樣去睇下，究竟需唔需要調整啦？嗱，跟住落嚟同大家分享下一啲實際嘅應用例子先啦。第一個案例就係陳生啊，喺30歲嘅時候，佢就開始咗買一個20年嘅 term， 保額就大概100萬到啦，月供可能係60蚊左右嘅啫。保障到自己仔女大學畢業啊，自己供完層樓啊咁樣啦。之後退休嘅時候，自己嘅資產已經足夠啦，就可能唔需要再呢個保險啦。第二個案例就係李太，佢40歲嘅時候先開始買 term life， 同樣嘅保額都係100萬喎，但係月供可能就要200蚊左右。嗱，仲要捱貴保費添，即係話個結論就係早買就早着數啦。最後要同大家講嘅就係 term life 究竟點解要買呢？嗱，一句講晒啊！就係可以用最低嘅成本頂到最大嘅風險。嗱，如果你而家係有啲房屋貸款啊，有人屋企要你養啊，又或者係想留錢俾啲仔女讀書嘅話咧，但係budget有限 ，Term Life 就絕對係你嘅選擇，同埋係你嘅安全網。嗱，記住啊，呢種保險唔係投資，而係責任。講完咁多 Term Life 嘅好處同埋唔好處啊，你又覺得 Term Life 適唔適合自己咧？嗱，喺留言區嗰度可以留低你嘅年齡啊，又或者你嘅負擔咁樣。我可以幫你去計算下或者分析下，如果你又驚漏咗我哋嘅保險 tips 嘅話咧，記得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啦。嗱，下一集咧，我哋會講解下點樣去揀 term 嘅年期先至係最精明嘅。下一集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